嗱，我隔離呢位威利哥咧，佢係澳門嘅博士啊，係專門研究語言嘅。咁我要同你探討一下，就係我哋廣州話咧同你澳門粵語有咩唔同啊？首先問一問你啊，充電寶香港就叫尿袋啦，澳門叫咩咧？奶媽。點解會有咁樣嘅稱呼咧？打機打多咗就會 call 個奶媽過嚟等下我得唔得啊？我個手機冇電啦。哦，咁樣嘅，好。咁啊，仲有就係我去澳門食飯咧，佢嗰個菜單有一個叫免治牛肉，係其實係咩嚟嘅？其實就係牛肉啦。葡國菜或者係澳門菜咧，有嗰個馬介休炒蛋，馬介休又係咩嚟嘅咧？馬介休咧就係葡萄牙嗰邊好出名嘅一道餸嚟嘅。咁本身佢嘅食材係代表咩咧？其實就係鱈魚。鼠標你哋一般叫咩啊？貓屎。貓屎啊！貓屎，即係貓嗰個老鼠。冇錯。澳門本身佢有吸收咗葡萄牙語嘅，咁佢有啲詞彙咧，其實係來自於葡萄牙嗰邊語變種嘅，譬如話而家大三巴，咁其實佢本身嘅詞彙係嚟自於聖巴魯。威利，我知道咧，你一直喺度做緊就係澳門嘅語料庫嘅一個收集嘅工作啊嘛。係，其實而家呢個時代咧，大家佢都覺得係 AI 時代嚟嘅，個個人都用 AI。其實我哋好多傳統文化咧，喺呢個 AI 嘅時代當中咧，冇被 AI 記錄低。係啦，所以而家廣東省咧同澳門、香港咧就深度合作，要做一個粵語語料庫啊，就等於要將廣東省內各個城市啦、各條鄉村㗎啦，包括香港、澳門嘅一啲有特色嘅粵語發音啦、粵語詞彙啦，同埋風俗文化，同埋包括粵劇啊、粵曲啊、電視新聞播音啊，好似我哋拍視頻啊，或者電視劇啊，或者粵語歌、粵語電影，所有同粵語有關嘅，無論係邊度嘅口音、邊度嘅粵語方言，我哋都要收集入嚟，跟住咧就變成一個大數據模型，之後等 AI 電腦咧去學習呢個大模型裏邊嘅呢啲專業知識，咁啊就變成咗一個知識庫。咁啊10年之後、20年之後咧，如果你想聽翻中山邊條村嘅粵語啊，聽翻化州邊條村嘅粵語咧，你只要問呢個電腦 AI，佢就會話俾你知，化州話係點講嘅，中山話係點講嘅。咁啊未來嘅人咧就可以根據呢個模型去學習呢啲語言，咁呢個語言咧就唔會失傳啦，係咪咁解咧？冇錯，呢個就係我哋做嘢嘅意義啦。今次嘅粵語語料庫建設座談會呢，就喺羊城晚報旗下嘅羊城創意產業園呢度進行。嗱，點解揀呢度呢？因為羊城晚報啊，有成68年歷史啊，陪伴幾代廣州人成長，我都係由細睇到大嘅。嗱，咁多年嚟咧，佢收集咗好多好似大海一樣咁多嘅嶺南文化、粵語文化嘅文史資料，呢一切呢，都可以為建設粵語語料庫做龐大嘅數據支撐。我都入住咗羊城創意產業園呢度辦公喎，你呢度幾靚，成個公園咁啊！以後我會成日喺度拍視頻噶啦。成個園區呢有17萬平方米咁大，相當於3個天河體育中心咁啊！嗱，你睇下呢啲辦公樓呢，其實佢前身呢都係廣州化學纖維廠嚟噶。不過呢，喺2007年啊，羊城晚報集團進駐啦，就將佢改成咗一個創意園。你睇下，而家裏邊有咁多嘅基地，差唔多有200幾間企業喺呢度辦公嘅。加埋呢度仲有小橋流水、鳥語花香，仲有各種菜系嘅飯店添，仲有健身器材，仲有演藝空間啊！哇，喺度翻工咧，心情都靚啲啊！你有冇嚟過呢度呢？